今日同大家拆解一個人參嘅迷思。人參係咪越大條就越補呢？睇下呢兩支參，左邊係野生嘅山參，細細支但係價值過萬噶啦。右邊就係種植嘅原參，肥大但係價格平好多。大家又知唔知點解呢？點解呢？第一，人參嘅藥效係睇皂苷嘅含量，唔係睇體積。野生參雖然細，但係皂苷含量可以高過粗大嘅原參3至5倍。第二，參蘇同參體嘅功效唔同。參蘇嘅人參皂苷係 RB1 含量最高，適合煲湯。參參補氣更強，所以唔好淨係追求大支啊！買參要記住，先問醫師自己適合紅參定係西洋參，選擇信譽良好嘅藥行。優質人參有獨特嘅參香味，唔會有酸味㗎，所以記住揀人參好似揀朋友咁，貴精不貴多。我係木木大夫，教你用1分鐘學中藥。